来看今年第35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专辑奖夜宝是原住民巴乃的作品哦。巴乃讲伊细汉住伫台南，伊的爸爸拢参与讲台语，所以台语又是伊细汉的时阵的母语。夜宝这张唱片用台语来唱出传统农村查某人的心情甲困境哦，嘛是囡仔时代的记忆。台顶唱歌的是着第35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的巴乃。巴乃是原住民，细汉踮伫咧台南，爸爸拢参与讲台语。对伊来讲，台语是囡仔时期记忆内底的语言。夜宝这张得奖的专辑，描写传统农村女性的困境，这也是伊甲书记创作人瓜地和共同拢有的囡仔记忆。阮细汉时阵，庄卡查某人的命运，用真侪动物物件来写查某人的心情。我家己伫唱的时阵，会感觉着讲，这条歌是咧骂查甫人，咧骂伊，拢无来参与做事啦。拖行李伫28公园行，本来除了是歌手，过去伊也捌因为争取保存原住民传统领域，踮伫台北市凯道甲28公园超过2600工。这段本来抗争的过去，拢写入一本册内底，今年5月出版。即摆人咧想土地，就想讲即摆传统领域拢兴互原住民，安尼是毋是阮其他的人就无权状啊？伫阮的文化内面是。阮所有的歌是为土地生出来，因为迄生活甲土地很紧密连结。为2600多工争取传统领域的户外抗争，到心思有路，用母语唱出囡仔时代记忆的台语歌曲。本来希望大众通为伊的作品当中放下现代社会紧张的步调，慢落来斟酌听，思考囡仔时代环境等等，找到另外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。记者郭文世桂林台北报道。